青光眼係一種常見眼疾，當你眼睛內一種重要嘅液體房水無法有效通過小梁網排出時，就會患上青光眼。青光眼會導致眼壓升高，進而損害視神經，並導致視力慢慢喪失。Elios 係一種全新嘅開角型青光眼微創手術，通過一個微小嘅角膜切口，醫生會喺病人眼睛前方放入一根探針，使用高精準度、非熱能嘅準分子激光技術，喺小梁網中打開10個微通道。呢啲微通道能夠有效改善房水嘅排出，促進眼壓嘅降低。Elios 採用精準嘅準分子激光技術，既能保存病人眼睛內珍貴嘅小梁網結構，亦可以同白內障手術結合及同時進行。術後嘅恢復程序與白內障手術相似，廣泛適用於做白內障同青光眼手術嘅眼科專科醫生。Elios 準分子激光開創新一代開角型青光眼微創手術。